另外，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劳动部发生霸凌自杀案。这劳动部长洪新涵表示讲，伊即马当咧重启调查，是由伊家己来做调集人，会去访谈各界站的员工，希望会当甲真相赶紧甲斗起来，互大家来了解这个姓吴的公务员到底是经历过啥物货，预计后礼拜公布调查的报告。 对立委转换做劳动部长10天，洪新涵头一天去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质询，伊承认有压力，不过也未甲紧张的程度。伫咧会前面对媒体，伊表示北分署的霸凌案重启调查的报告，按算后礼拜就会公布。重启调查报告里面，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就会是我，所以我会对这份报告负责。我们其实在这个调查的做法上面，其实我们也增访了一些。 各层级的北分署的员工，家己做调集人，调查小组的成员嘛拢无共，增加对员工的访问，就是希望查清楚行底路的公务人员在生到底是经历什么。有可能会推翻的新市政嘛？那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们会推翻或与否，因为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，希望能够去做到底这一位轻生的。 无薪公务员到底他经历了什么？另外，立委王玉敏批评就业安定基金就好亲像是劳动部的小金库，一年互人乌白开8000万块。洪新涵表示，伊上任了后，就随指示同仁爱来检讨，有的项目用钱用了无适当，不过嘛不是逐项拢有问题。你觉得这个部分有问题，有一些是你认同的，以后还会这样子使用就对了。我们会在使用的名目上面更明确的做检讨，它到底合不合宜。好。 洪新涵指出，前部长柯明春伫咧2022年举办音乐会预算问题检调已经介入咧调查，劳动部会全力来配合。目前也正咧研议就业安定基金的强化监督机制，会按照立委的要求，伫咧1个月内提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